伫高雄南安溪有只公车是规台起一边，还佫直咧驶，着民众甲伊翕落来铺上网络，引起众人的讨论。业者解说讲是为着要方便新众者上车落车，只是这司机呢袂去甲这车身调好正，要若起一边是袂影响安全。鸦片当中的公车车身过往这边起，并驶伫车路中，民众上车了后，公车佫继续驶。这是伫南安溪车路，有民众看到公车外一边驶车，感觉真危险，甲鸦片绑伫线顶，引起大家讨论。有民众认为公车是毋是要绑链，嘛感觉若是骑奥多麦伫公车边啊是真危险。就是高速行驶在路上的话，会觉得好像有点危险这样。公车有轮胎有一些被破坏或者是缺陷，或者是可能公车超重了这样。如果我是骑在他旁边的骑士的话，我应该会觉得离他远一点会比较好。这样。实际来到客运公司，业者回应讲，会有这款设计是因为方便老大人，也是身心障碍者好上落车。同时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司机刹车时袂记得将车身调转来，不过因为车身有安全装置，时速来到30公里就会自动恢复。所以无影响行车安全。他的驾驶在开车的时候他到站了，他按一开始让升降者可以方便下车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可能忘了按复归了，他要直接开了。可是这种车它有装置，它到30公里它就会做复归了。原来公车并无故障，这个体贴的设计是利用油压的系统，让车身会当起一边，方便老大人也是身心障碍者。虽然车歪一边，不过并未影响公车内底的民众。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